现在手指轻轻的触荧幕3下，要让字放大哦。你看字放那么大了，放大以后还很清楚。那年长者来用这种方式功能很好用哎。那么放大以后跑到荧幕外了，怎么了？再显示出来，用大拇指跟食指向中间，大拇指跟食指向中间这样一滑动。目前是上下滑动，然后再回复的话，再按3下，轻轻的按荧幕3下。你看，这个是因为有设定放大器，从哪里进去设定放大器？好，来从荧幕的设定，进去哈，设定进去，找更多设定，找更多设定啊，找无障碍设定，啊，找放大，因为放大器啊，找放大器，因为放大器这已经有设定过了，你看，轻触荧幕3下进行放大，还没有设定过的是，就只有简单的2个字还是什么，不记得了。你看这个轻触荧幕3下进行放大，有没有看到开启了？还没有设定之前是关闭的，像下面这个轻触按钮来放大荧幕，是按荧幕下方的协助工具的，但是2选1选了上面这个轻触荧幕3下进行放大，手指头稍微碰一下，荧幕画面，字会变大，你看，然后大拇指跟食指向中间这样滑动，它就会跑到中间来了，跑进来了。还是看不到的话，目前可以上下移动，左右好像很难移动。还是没有进来的话，再按3下，恢复原来就可以看得到了。这样要萤幕录影，要看清楚哪些资料、哪些文字，这样就很有用的功能了。我是选上面这个了，轻触萤幕3下进行放大。2选1选的这个。难道说相机也可以用来看看相机？按相机，还按下画面3下，马上拉进来了。你看，还有补光补，还有补光，闪光的功能。AI 按左边的上面，你们按 AI 智慧相机，还有智慧相机，智慧相机打开。还会自动补光，还可以拍照呢。晚上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啦。你看，看招牌啦，白天看远处招牌的，都很好用哦。来，现在来看哦，按3下恢复，按3下恢复。现在没有放大器的功能，只是用相机。你看，相机只是能用大拇指、食指把它滑动向外
拨，向外拨就是拉近了，拉近了，你看字模糊了，不清楚，你看有偶尔清楚，偶尔不清，大部分都不清楚。现在按3下，现在使用放大器了。哦，使用放大器以后就很清楚了，还会闪光，会变得很清楚了。再按3下退出去，刚刚也不是退出去，是放大，这是放大。现在都在放大了。啊，你看，恢复原来的。